突發。據港媒最新報道，現年34歲嘅香港知名主播、有線電視當家男主持鄭書君正式宣布離職。消息一出，瞬間引爆社交平台，唔少觀眾同行都表示難以置信。佢喺個人社交媒體上簡短而直接咁留言：我已經離職了。短短一句說話，卻好似粒石仔掟入平靜嘅湖面，激起層層漣漪。更令外界震驚嘅係，佢甚至喺留言中透露，或者會徹底結束主播生涯，另謀出路。呢句說話嘅分量，遠比離職兩個字更重。佢意味住一個喺熒幕前陪伴觀眾多年嘅熟悉面孔，可能真係要同大家講再見啦。對於鄭書君嘅突然離職，外界普遍感到錯愕同惋惜。始終呢啲年嚟，佢喺有線電視新聞台嘅出鏡率極高，工作表現穩打穩紮，幾乎成咗好多港人每日睇新聞時嘅定心丸。佢唔單止外形俊朗，業務能力更加係有目共睹。由突發新聞到深度訪談，佢總能以沉穩嘅語調、清晰嘅邏輯將資訊傳達俾觀眾。可以話，佢係有線電視當之無愧嘅首席男主播。喺香港地區擁有相當高嘅知名度同觀眾緣。突然聽到佢要走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太可惜啦。回顧鄭書君喺電視台最後一次主持節目嘅片段，更加令唔少觀眾公咗眼眶。喺節目尾聲，佢冇好似平時咁用標準嘅播報腔結束，而係慢慢講出咗8個字：多謝支持，後會有期。語氣中帶住明顯嘅不捨同哽咽。嗰一刻，唔少細心嘅觀眾都聽出咗佢聲音入面嘅震動，紛紛留言感慨。已經聽出咗鄭書君嘅哽咽，離職實在係太可惜。呢8個字聽得人心入面酸酸地。鄭書君喺社交媒體上用天下無不散嘅筵席嚟感慨自己嘅心境。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種釋然，亦透露出一絲無奈。佢坦言，主播生涯可能始終只係人生中嘅一個過客。與此同時，佢仲分享咗多張過去喺有線電視工作時嘅相，由最初嘅清潔到後來嘅成熟，一張張相記錄咗佢8年嘅成長同付出。呢啲相迅速引發咗大量網友嘅點讚同留言，大家紛紛表達對佢嘅支持同祝福，亦有人感嘆8年青春都留喺咗呢度。據悉，今年係鄭書君擔任主播嘅第8個年頭，8年時間講長唔長，講短唔短，但足以讓一個初出茅廬嘅新人成長為獨當一面嘅當家主播。呢8年入面，佢累積咗豐富嘅新聞播報經驗，亦贏得咗同事同觀眾嘅一致認可。所以對於有線電視呢個平台，鄭書君始終心懷感激。佢喺留言中亦特別提到咗對公司嘅感謝，字裏行間滿是溫情。至於告別主播生涯之後，鄭書君嘅下一步計劃究竟係乜？佢暫時冇對外公布，但相信以佢嘅能力同學識，無論未來選擇邊條路，都一定能行得精彩。而佢之所以做出離職嘅決定，想必亦係經過深思熟慮後嘅結果，絕非一時衝動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鄭書君唔單止喺事業上穩步前行，喺感情生活上亦喺今年迎來咗重大突破。今年年初，佢喺社交媒體上高調宣布同同性愛人 Steven 訂婚，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廣泛關注。兩個人已經穩定拍拖咗6年之久，感情深厚，早已係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嘅存在。對於自己嘅戀情，鄭書君一直都保持住相當低調嘅態度。雖然早喺幾年前，港媒就曾經報道過佢嘅同性戀情，但佢始終未作回應，選擇用沉默保護自己嘅私人空間。點估到喺今年年初，佢卻主動打破咗沉默，直接公開咗訂婚嘅喜訊。據了解，Steven 喺求婚儀式上精心準備咗鮮花同戒指，前膝下跪向鄭書君求婚，
場面溫馨而感人。鄭書君當時非常感動，甚至當場流淚。嗰一刻，所有嘅堅持同等待都化作咗幸福嘅眼淚。其實，鄭書君同 Steven 嘅戀情早喺2023年就已正式浮出水面。當時，鄭書君為咗俾 Steven 慶祝生日，特意訂咗酒店，精心佈置咗一番，只為俾男友一個驚喜。嗰次公開嘅慶祝活動，亦令外界第一次清楚咁睇到兩人之間嘅甜蜜同默契。自從公開戀情、公開出櫃之後，鄭書君亦大方咁將 Steven 介紹俾身邊嘅朋友。翻睇佢嘅社交媒體，唔難發現 Steven 其實早已融入咗鄭書君嘅朋友圈，兩個人成日一齊出席朋友聚會，關係親密自然，毫無隔礙。拍拖8年，鄭書君同 Steven 對彼此早已了如指掌，感情亦愈發穩定深厚。平時工作之餘，兩個人最中意做嘅事就係結伴外出旅行，享受屬於兩個人嘅悠閒時光。雖然兩人已喺今年年初正式訂婚，但至於幾時註冊結婚，兩位當事人暫時都未有對外公布。不過以佢哋嘅感情基礎，想必嗰一日都唔會太遠。據了解，鄭書君早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，喺讀書期間就係大家公認嘅學霸，成績優異，深受師長喜愛。2018年，佢順利加入香港有線電視，正式成為一名新聞主播。即便有咗穩定嘅工作，鄭書君都從未停止學習嘅腳步。前幾年，佢一邊喺電視台高強度工作，一邊仲堅持攻讀博士學位，堪稱斜槓青年嘅典範。正係呢份對知識嘅渴望同對自我嘅嚴格要求，令佢喺主播崗位上越行越遠，亦令佢有咗更多選擇人生方向嘅底氣。就好似網友所講嘅咁，鄭書君突然離開咗工作8年嘅公司，離開咗自己熟悉嘅崗位，呢個絕非一時心血來潮，而係經過咗慎重考慮後嘅決定。由佢嘅留言中亦能睇得出，對於主播呢份工作，佢似乎已經做好咗徹底告別嘅準備。但無論如何，呢個都係佢人生新篇章嘅開始。最後，衷心祝福鄭書君喺未來嘅道路上，無論係事業定係感情，都能越嚟越好，繼續發光發熱。加油，鄭書君！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